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阿姨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一直足用心在维护这间厝。行这行迄，啥物所在嘛唔敢去。想袂到，今晚啥物拢无啊，啥物拢无啊。唉，淑珍啊，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唔免看甲伤严重啦，看甲开咧。阿姨啊，这每一块砖，每一块叶，拢是我的心血。这间厝比我的性命搁较重要，我哪可能袂艰苦？淑珍，你的心情吼，我会当体会啦，所以我唔才会苦劝你，着要看甲开咧。我看你安尼吼，面色拢无血色，阿姨看到心肝也是真艰苦，你敢知？代志总是有办法通好解决啦，唔通伤过超凡。阿后这几年吼，生活过了袂歹，我会叫伊甲你想办法，吼。免，只要我有一口开底的，我会靠我家己的力量，行一步算一步。淑珍，是安怎我若变讲着阿后，你着阿姨，我想哦，阿豪到即马一定还搁在怨恨我无想要麻烦伊啦。好啦，无咱莫讲这个啦。对啦，我听阿豪讲，建昌即马中风真严重，啊伊即马情形啥款？伊袂顶当袂讲话，放屎放尿拢爱人家伺候。建昌伊身体好好的，是安怎突然间会来中风？敢讲，这是为着这间厝去用查封？袂咧，伊进前卖田卖土地，卖遐尼多，伊已经真惯势啊！哪有可能我为着一间厝去用查封，伊就来中风？阿姨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咧怀疑建昌的中风是我害的？毋是啦，我毋是咧怀疑你啦，我是想讲建昌伊身体一向就是拢真勇健。我进前无偌久，才踮这间客厅甲伊咧讲话，伊还佫甲我讲，伊后摆会好好打拼，认真伊的事业。过无偌久，突然间就发生这落代志，我实在真毋敢相信，我无法度通好接受啊！无法度接受，嘛就爱接受啦。这会当怪啥啊？这怪建昌家己做得来的啦，这是伊的报应。淑珍，你哪安尼是讲话哈？你若袂记讲建昌是你的翁呢？是我的翁，啊我呢？我是伊的送啊。你当然是伊的某啊！我是伊的某，伊敢有甲我当作是伊的某来对待哈？淑珍啊，那建昌都已经安尼生啊，你还佫甲伊计较这是要创啥的啦？计较？我毋是咧计较呢，我是咧欢喜哦。我咧欢喜哦，建昌今仔日有一款日子过啊，安尼伊就会当了解讲，我以前所受的痛苦啊。淑珍啊，你是咧起笑是？我起笑嘛好，我欢喜嘛好啊。我已经赢啊！即马建昌永远都无法度折磨我，伊无法度折磨我。淑珍，翁仔某吼，无需要踮遐伫咧拼输赢啦。翁仔某是着要互相体谅、互相照顾，毋才对。照顾？我照顾伊，伊当时来照顾我哈。我体谅伊，伊当时来体谅我。袂要紧，即马拢袂要紧啊啦。对我来讲吼，啥物拢无重要。我无想要搁甲你讲这个啦。既然恁翁仔某已经到我这款地步，我也无想要搁甲你讲啥物。也毋过，我要考劝你一句话，
既然恁翁仔某已经做遮尔多年啊，今仔日倒落去的人是建昌，论情论义，你拢应该爱好好来照顾。我要来去看建昌，你有想要甲我斗阵去？小姐，借问一下，陈建昌唔知住倒一间病房哦？哦，就这间啦。啊，多谢你。建昌，建昌，建昌。你来平安的。是的哦，请问你是？你是？是啦。你敢毋是美馆金宝？是啦，我是美国的金宝啦。多谢你来看阮阿爸。你实在真乖，真甘心。好佳在恁阿爸有你在甲照顾，啊若无，这是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代志。是讲志玲，你安那逐工伫遮照顾恁阿爸，你身体敢扛得起？会啦，我还阁少年，我会扛一啦。真乖。来，这钱你摕去甲恁老爸买一寡营养品，顺便嘛当买一寡食的，身体小补一下。来，袂用一啦，金宝，我要哪样摕你的钱啦？摕去啦，听我的话，摕去，我叫你摕你就摕啦。金宝，袂用一啦。摕去啦。多谢。林大叔，接万论你较注意一下，唔管开偌济钱，单价已经大下厝，我一定要甲着。哦，这拜托你啦，吼。阿好兄，阿好兄，多谢你。阿好，不管你是不是要胜利，你永远都是单家的耶稣，一点无法度能改变。建昌是你的亲兄弟，你不应该那个放的无要甲管。阿姨，阿好兄伊毋是这款人啦。不是这款人，假使若不是林小春是讲出来，我还阁唔知讲建昌中风的代志。每年连你也无要甲我讲，即摆大衙厝都要互拍话啊，规间厝内拢大风条地的。你唔该斗相共，你叫规个靠是要安怎？叫伊自生自灭是无？阿姨，你唔通误会阿好兄啦。拄则我有听伊咧甲大叔讲话，伊甲大叔讲，无论爱开偌济钱，拢要甲单家大厦厝买倒转来。甲阿妹有啥物路用啦？即摆建昌伊规家口啊，生活都拢有问题。我真烦恼讲建昌遐医药费是要安怎？阿好，不管讲你这阵是不是还搁在怨恨单家，我爱你撑长手去帮助单家，帮助伊渡过难关。为你伤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声。
母，过了身煞了代，过去的代志我袂藏在心肝内。虽然我无想要做陈家的子孙，也毋过该做的代志我嘛会去做。请问你敢是邱淑珍女士？是啊，我就是啦。啊，请问有啥物代志吼？是安尼啦，恁这间厝已经去互买去啊。阿母，来遮紧啊！遮济人想要买，竞争不只激烈呢。还佫有偌久的时间？买主有交代，互恁3天的时间搬厝，3天后伊就要搬入来。 3天，是啥物一间厝的？歹势，这我无法度甲恁讲。也毋过买主有交代，人恁一定爱先搬，物件较慢搬就无要紧。会记得哦，3天的时间。阿母，阿爸，我嘛不知。阿婆，我来叫医生啦。好了，阿爸，啥？大兄自己用买去啊？什么？你敢知啥物人买？麻烦你甲我查清楚，好无？医官，已经遮尔暗啦，我看你也是上等去休困啊。你在看我？无啦，我毋是即个意思啦，我是咧想讲，你明仔载该顾点，安尼敢袂伤忝？袂啦，我袂忝啦。医官，我顶摆送你的日记，你有伫写无？我若无写，哪会知你大阿大，还阁有你叫做志明？那安尼，你内底拢写啥？敢有写我？这是秘密，袂爱讲。秘密。你哪会拄掠我金钱看？医官，你真水。医官，你有捌甲我讲过，你讲咱若做朋友，就是男女朋友。我即摆是毋是你朋友？阿兄，志强，遮尔晚你哪会来遮？是毋是厝内有啥物代志？你还阁会烦恼厝内啊？阿爸倒伫咧内底，你伫外口咧等落来。原来伊逐工就伫咧病，毋是咧顾阿爸，是咧顾伊。志强，医官，歹势啦，请你毋通见怪。阮小弟哦，伊就即款个性啦。不要紧啦，阿母，我先来等啦。医官，医官，志强啊，你拄则甲人讲话，哪会遮尔无礼貌？你敢知影？人逐工拢伫遮陪我，甲我斗3工照顾阿爸，咱应该共说多谢，毋才对。阿兄，你莫就是你逐工伫咧病院照顾阿爸足辛苦的，你敢知影？前几工阿母伫厝内阁自杀，阿母自杀，
惊吼！你还阁心情等落来？这种阿母人安怎无？还袂死啊！哎呀，卡输你也真能想要等落来，先甲阿爸照顾好才去讲。你伫外口，阿爸伫内底，卡输阿爸若有啥物需要，伊也袂讲话，也袂叮当。你叫阿爸一个人是要安怎？伊真正是一个友好的人。是安怎？伊甲我唱的时阵，甲阮大哥的感觉完全无共款。我应该在伊需要人帮助的时阵去支持伊，莫去找伊迄个奇怪的小弟。就算讲我甲七年互相喜爱，敢会阁有啥物敌单？志忠，你先转去啦。阿爸叫我伫遮照顾，阿母先麻烦你啊，吼。你拄则讲的话啊，我拢会记哩啦，你免烦恼啦，吼。阿兄，你敢真正足介意伊的？为你伤心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阿豪兄，虽然大遐厝已经互买去啊，也毋过你阁有等家地契啊，你用还互等家？因即马已经连住的所在都无，以后的日子毋知要安怎过。你将地契还因啊？文英，我嘛咧烦恼迄样代志。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淑珍的个性，伊若知影单家土地拢我买去，即马我要害伊，伊敢要接受？阿豪兄，你用家己莫出面啊，将地契交互阿姨。阿豪讲叫我将这地契交给淑珍，淑珍你敢会接受？也毋过伊这阵真需要钱。阿母，我着要先入来试看卖才搁讲。淑珍。你过来创啥？我摕这来互你，这啥？你看就知。为什么单价所有的地契拢在你遮？是阿豪买的。阿福啊！是啦，伊本来嘛有想要买大遐厝，也毋过也毋过啥？是毋是阁想出啥物更较浪漫的手段要来对付我？